我來看嘉義 BRT 公車18發生有查某乘客，哪像是去互查甫乘客性騷擾。司機一個聽到了後，是隨甲車門鎖起來報案處理。婦女團體認為講，若是拄到性騷擾，就要勇敢主動，大聲喊救人。也若佇邊仔的人，嘛會當趕緊鬥相共，互這個歹徒防抓起來。公車停佇單車的所在後壁，還有一台警察車，人客攏落車。原來是嘉義 BRT 公車18傳出，敢若像是性騷擾事件。有沒有性騷擾？就女生自己說的，人家跟我說。一個大約18歲查某囡仔，講佇車頂，互一個要活80歲男性的老人騷擾，所以趕緊甲公車司機講，為了兼顧人客安全，司機趕緊甲車停到站牌，甲車門關起來，通報警方到現場來處理。這個女生客人就過來這邊跟我講，然後哭得很傷心嘛，對，哭得很傷心，然後說一個戴墨鏡的老先生說，經過他的時候這樣好像摸大腿，報警後就停在這邊，然後請警察過來這邊處理。經查係少女被害人搭乘公車期間與蕭姓男子發生糾紛，致被害人身心不適，並由公車駕駛協助報案，全案訊後依相關法令移送偵辦。詳細糾紛原因也等待調查。公車業者是安排轉盤車協助其他人客來轉盤離開。有大眾文書工具定傳出性騷擾事件，婦女團體呼籲拄到疑似性騷擾，愛勇敢阻止對方，也是大聲講話，引起別人注意，讓對方唔敢再動作。所以趕緊去甲司機講，也閣有報警處理。大聲的說出來說，你為什麼這樣碰我？或者是說，找身邊的旁邊的人求助，我要出去，我要下車，結果類似這樣的方式，然後引起其他旁邊的人注意，因為旁邊人的關注會讓行為人的部分，至少他在行為上面來講會較收斂。婦女團體也呼籲，若是身軀比其他人拄到疑似性騷擾，莫當作無看會協助，一直注意這個敢若講性騷擾的人，讓對方唔敢再亂來，甚至會使甲雙方隔開，並且報警察。打造一個袂使用啉性騷擾的友善環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